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42章。约伯应上主讲：我知你逐项拢话，你的计划无人会当阻挡。你问什人用无知的话，互我的旨意模糊无明？我确实有讲家己无了解的话，这代志真奇妙，我无明白。请你听我要讲，我请问你，请甲我指示。我前捌听见你，但我亲目看着你，所以我厌恶家己，坐伫尘埃甲火湖顶忏悔。上主对约伯讲这话了后，对提曼人以利法讲：我对你甲你两个朋友发受气，因为恁议论我，无亲像我的仆人约伯所讲的遐合理。打恁着牵7只牛犅、7只羊犅去我的仆人约伯遐，为家己献烧化祭。我的仆人约伯会替恁祈祷，我会接纳伊，才免我照恁的牛戆对待恁，因为恁议论我，无亲像我的仆人约伯所讲的遐合理。安尼，提曼人以利法、苏亚人比勒达、拿曼人所发照上主命令因的去做，上主就接纳约伯的祈祷。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了后，上主予伊恢复过去的繁荣，照伊以前所有的顶辈，予伊。迄时，伊的兄弟姊妹甲以前熟悉的人，拢来看伊，伫伊的厝做伙啉食。因为着上主所降落予伊的灾祸、悲伤，搁甲伊安慰，逐个人送伊一块银、一个金环。安尼，上主赐福予约伯，予伊的远景比伊起初较好。伊有羊14000，骆驼6000，牛1000对，牛母1000。伊阁有7个囝，3个查某囝。伊甲大查某囝号名叫做亚米玛，第2个叫做基西亚，第3个叫做基连哈卜。全地找无亲像约伯的查某囝遐尼水的女子。约伯予这个查某囝甲因的兄弟平平得到财产。后来，约伯阁食140岁，看到伊的囝、伊的孙到第4代。最后，约伯食长岁寿，年老才死。